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喺呢個節目裏邊，我哋會介紹基礎嘅計量經濟學概念、估算方法同識別策略。今日我哋會討論測量誤差呢個問題。結果變量同解釋變量都可能受到測量誤差嘅影響。喺人口普查數據當中尤其常見。當我哋為模型當中嘅變量收集數據嘅時候，通常啲數據都會包含測量誤差。例如喺一個以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年齡以及性別嚟解釋年收入嘅模型當中，接受問卷調查嘅受訪者可能難以準確咁樣回憶上一年嘅年收入。另外，自我報告嘅健康狀況可能亦都唔係好精確，有時甚至年齡都可能會錯報。測量誤差被定義為變量嘅觀察值與真實值之間嘅差異。今日我哋會先探討結果變量存在測量誤差嘅時候，對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估計所造成嘅影響。呢個係只有結果變量存在測量誤差嘅情況。用 Y* 表示模型當中嘅真實結果變量，用 Y 表示我哋觀察到嘅 Y* 嘅觀測值。喺我哋嘅收入模型當中，Y* 就係受訪者真實嘅年收入，而 Y 係受訪者報告嘅年收入。由於受訪者嘅記憶有限，我哋會預期 Y 同 Y* 會存在差異。測量誤差 E0 就係兩者之間嘅差。為咗揾出真實模型同估計模型之間嘅關係，我哋將 Y* 嘅表達式代入真實模型。估計模型當中嘅誤差項 epsilon 等於真實模型嘅誤差 μ 同測量誤差 E0 之和。我哋假設真實模型當中嘅誤差項 μ 同模型當中所有嘅解釋變量都唔相關。我哋仲假設結果變量嘅測量誤差 E0 同模型當中嘅解釋變量唔相關。一般嚟講，呢個假設係合理嘅。以呢個收入模型嘅例子嚟講，受訪者報告年收入出現嘅誤差唔應該會系統咁樣受到受訪者嘅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年齡又或者性別嘅影響。因為估計模型當中嘅誤差項 epsilon 係 μ 同 E0 嘅和，所以佢亦都應該同解釋變量不相關。因此 OLS 估計量係無偏且一致嘅。呢個係當結果變量存在測量誤差嘅時候 ，OLS 估計量嘅第一個性質。喺極少數嘅情況下，結果變量嘅測量誤差可能會同模型當中嘅某啲解釋變量相關。以下呢個模型探討接受職業培訓補助是否能夠降低製造業公司嘅廢品率。對於冇接受職業訓練補助嘅公司而言，佢哋係冇動機去過高咁樣或者過低咁樣去報告自己嘅廢品率。但係對於接受咗補助嘅公司，佢哋可能有動機低報廢品率，因為佢哋希望使呢個補助計劃睇起嚟更加有效，以便未來能夠再次獲得補助。
如果情況係咁樣，模型當中表示補助嘅虛擬變量 grant 就會同結果變量報告嘅廢品率嘅測量誤差呈現負相關。換句話嚟講，當解釋變量 grant 從0變為1嘅時候，結果變量廢品率嘅值會系統咁樣低於佢哋嘅真實值。可以證明 OLS 估計量 beta 1 hat 會產生向下偏誤。證明如下：第二項嘅期望值，因為真實模型嘅零條件期望假設等於0，而第三項嘅期望值係一個負數，因而使 beta 1嘅估計量出現向下偏誤。由於 beta 1應該係一個負值，向下偏誤嘅估計值代表職業培訓補助計劃睇起嚟比實際上面更加有效。當結果變量存在測量誤差嘅時候， OLS 估計量嘅第二個性質係佢嘅方差變大。假設 mu 同 E0 不相關，咁樣誤差項 epsilon 嘅方差就會等於 mu 同 E0 嘅方差之和。呢個就會比冇測量誤差時候嘅情形要大。佢會導致誤差項嘅標準誤亦都變大。根據呢個公式，我哋知道 OLS 估計量嘅標準誤亦都會變大。因此 OLS 估算值嘅 t 統計量嘅絕對值亦都會變少，亦即係話解釋變量嘅統計顯著程度下降。為咗抵消呢個影響，我哋可以透過收集更多嘅數據嚟增加解釋變量嘅變動 SST， 並且避免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嚴重嘅多重共線關係，而降低公式當中嘅 R 平方，從而降低估計量嘅標準誤，如公式所示。今日我哋一齊討論咗當結果變量存在測量誤差嘅時候 ，OLS 估計量嘅性質。通常情況下，我哋都會假設測量誤差同解釋變量係唔相關嘅，咁樣 OLS 估計量將會係無偏同一致嘅。同時，測量誤差會使得 OLS 估計量嘅標準誤變大，使變量嘅統計顯著程度下降。儘管如此，結果變量嘅測量誤差通常喺計量經濟研究當中都唔會被睇成一個主要嘅問題。多謝你收睇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